真侪民众可能是也无注意到声音翕相的科技执法，伫今年元旦开始施行啊。环保单位即马开始利用设备，针对噪音伤过大声的轿车、奥多摆进行检举。不过，声音执法的机器也是无法度分辨环境的噪音。若准有几多台车做伙经过，机器也是雾煞煞分袂清楚。 今年元旦开始，声音翕相科技计划正式上路。设伫路边的机器会侦测音量超过标准的车辆，甲翕相检举。不过，交通倡议者表示，这套机器是无遐尔厉害，科技执法的能力应该受到质疑。他看到一台车经过去，然后他侦测到了很大的噪音。请问一下，这个噪音是谁发出来的？不可能侦测得出来吧？ 根据全国统计，今年元旦到新正过年进前，机器总共翕到6500台车，先初步推算出600台。经过人工判断，确定当时的环境了后，上尾只剩100台有可能开发。要判定它前后3秒钟没有其他车子在它附近，不然会有干扰。另外呢，我们会判定它的背景，然后有没有下雨，或是风速有没有过大。环保署表示，因为机器分辨声音的能力有限。 所以，机器执法嘛有真侪限制，亲像伫车较侪，也是讲环境较差的所在，拢无法度开发。也会有这个车流量的问题，没有错。可是这个是现在这个执法，就是用科技来执法的限制啦，因为你没办法判定是哪一台车。附近刚好有狗叫啊，例如说旁边刚好有选举的时候有那个扩音车经过啊，那这个当然要给它排除。 环保署补充，若是翕到影像看到有改装烟筒管的情形，嘛是会通知车主爱来接受检验。针对即马机器执法的缺点，会继续想办法改善。记者郭碧君、张耀水台北报道。